中国的甘肃发生地震，即马已经有超过130人死亡，加700多人受伤。当地更加发生积沙的现象，也就是讲，这个土骹因为压力积甲伤超过，才互一寡沙熊安尼喷出来，影响到救援的速度。也那目前这个零下低温，也互灾民面对真大的考验。消防人员呢正在携带搜救犬，对这个泥土覆盖的区域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。真个厝起土石流引起，敢若剩厝顶，救援队赶紧派怪手顶同行的机具开始挖。中国甘肃这座山关18半暝发生6.2级的地震，附近的青海省是算断了真严重，未少庄仔头发生水崩山，专家讲这叫做沙涌的现象，也就是液化的沙受到压力，压起来地表，破坏力是真大。蒸完之后呢，就是我差不多就是10分钟之后到这个村子的，然后呢，已经呢这个泥浆呢已经是开始翻到这个地方了，已经感觉不可思议，从哪来的这么多泥土，我们也想不到。因为这个土石粘性真强，而且数量是真大庞，增加救援的难度。到20早起为止，已经有131个人死亡，超过700个人受伤。目前甘肃、青海两省的车路大部分都已经会通，大部分的灾民拢先踮伫布棚内底，因为也是零下低温，安怎保持温暖嘛是安迪的重点。要注意这个暖，暖是怎么个？1天3度吃饱。昨天晚上那个担惊受怕，那个外面那个有动物，搬进来就是心里面就舒服多了。现在就是。甘肃省嘛发布救援需求的公告，灾区需要过冬的物资甲清真食品。低温嘛，致使救援的电量消磨了真紧。咱国政府嘛表达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不过目前中国也无提出支援的请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